在我眼里，只有你和我们的孩子。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怀孕了，我当爸爸了。你要不要再睡会儿？你怎么坐在这儿？赶快上床吧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，对孩子也不好。你以后一定会是个好爸爸。只是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我相信我以后会是个好父亲。我也相信你会是一个好母亲。我要谢谢你的坦诚。只是听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心里明白，你是属于他的。作为一个女人，站在他的立场想，他比我更爱你。我跟你说的那么多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别再提了。南梦，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。她是你的女儿。别再讽刺我了，她不是我的女儿。我知道，我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我会把所有的亏欠都弥补给你，弥补给我们的孩子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啊，更何况我们俩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愿意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。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，现在在我眼里，只有你和我们的孩子。好了。谢谢。怎么样？不喝。再喝点吧。
喝吧。瞧你，你不喝，孩子要喝呢。好了，我没这么金贵，只是怀孕，我可以自己走的，别扶我了。医生说了，说你现在情况还不稳定，不能随便的剧烈运动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对胎儿不好。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？怀孕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啊，慢点。没事的，我决定了，今天以后我要经常动，好好动。慢点啊。我决定了，今天以后我要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方式，不能再这么依赖你了。你想怎么改变啊？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要有我的朋友，有我的工作。我不想每天像怨妇一样待在家里。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和我的朋友接触。还有，宝宝出生后，我会更爱他的。你要慢慢适应。南梦，怎么了？我有点累了。累了就睡吧。别擦了，成天的擦，有啥好擦的？这家里活干不完的。哎呀，老公，你挡住我电视了。来，我带你出去溜溜，好吧？吸收一下新鲜空气，别在家待着，空气特别不好。哎，你让我把电视看完吧，现在正精彩呢。有啥好看的呀？我跟你说，电视辐射最大了，万一咱们有孩子，我对孩子不好。行了，走，出去。听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心里就越来越明白，你是属于他的，他比我更爱你。我们分手吧。今天以后，我要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方式，不能再这么依赖你了。你想怎么改变啊？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要有我的朋友，有我的工作。
我不想每天像怨妇一样待在家里。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和我的朋友接触。还有，宝宝出生后，我会更爱他的。你要慢慢适应。行了，你别老哭行吗？有什么话说嘛，说话。他要和我分手。你说仁义要跟你分手？是，你看，他说他要物归原主。他有一个朋友，在跟他分手的时候，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纸箱里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他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跟你分手？他说他爱上别人了。